台电民生电价经历唔起，3年以来吸收成本2800亿。台电董事长讲，民生电价通伫合理的范围略略起，但是有一些民众是反对，工商团体方面是支持。对此，经济部长郭志辉否认要调民生电价。大家透早伫市场竞赛，算盘都爱上细答，因为经济无景气，政府对电费钱借出起产业当民生。按过台电一元了钱4097亿，台电董事长陈文生进前接受媒体专访，因为民生电费钱伫合理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范围内，会用小可调整，引起民众反弹声音。物价一直涨嘛，好像最近都一直调涨。那所以我觉得电价是不是可以缓一下？陈明生指出，台电过去3年，民生电费钱无起价吸收成本高达2800亿，爱适当反映成本，引导社会省电，落实使用者付费的观念。工商团体的社员支持产业民生电价斗阵起。未来其实在检讨的时候，如果都不影响到在物价可行的范围内，再去做这个检讨。不可以为了选票呢，只调整企业那民生用电都不调整所以我觉得应该公平。部长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会有调整民生电价的打算吗？没有。或者是承认，外部甲起电价只是治标无治本。发电成本比较低的核电逐步被淘汰嘛，然后你现在所使用的都是一些高成本的发电方式啊。或者肯定陈文生提出使用者付费，不过政府即马面临的难题是能源政策太过做尽，应该重新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